苗栗竹南郵局這件悲劇，疑似是嫌犯長期不滿着郵局落貨產生的噪音，為110年開始來投訴。這郵局退休的長官講，因改善作業的方式，前後已經改過3屆，接受到環保局的檢測，嘛攏通過。不過嫌犯也是無法度接受。那被害人的家屬是真傷心，講小弟只是正常去上班，哪會全死去咧？實在嘛是無法度接受。落貨所在塗骹甲送貨電梯的頭前攏鋪像靈珠啊，郵務人士是動作真輕，一屆敢若有一台拿車搬貨物的時嘛攏好咧甲扛，就是為着要降低作業的聲音。還沒退休的時候，就常常接到那個劉賢的那個客訴電話，照他的意思，盡量減少噪音。苗栗竹南郵局這件奪命的悲劇，根據了解，嫌犯就住佇咧落貨區的正對面目鏡行2樓，長期不滿郵局落貨噪音，為110年開始就一直甲郵局投訴，為了減少郵物落貨產生的聲音，郵局有3大改善措施，包括佇咧落貨區鋪像靈珠啊，減少拿車的車鏈磨塗骹的聲音，提醒郵務人員咧搬貨時莫剎拿車，還有一屆敢若有一台拿車，避免小崩產生噪音。凌晨2點多郵局卸貨區實際操作給他看，結果他當下沒有意見了。不過5年來噪音的糾紛，退休的長官講，嫌犯一直無法度接受，甚至佫提告上法院。畢竟每一個人對噪音的忍受都無同，實際來問郵局對面其他的店家，大部分都認為影響無大。會啦，因為那個草本身應該有疾病吧，才會這樣。不過各項安全部分都袂當成做傷害人的理由。郵局的外包職員照常上班，煞佇咧工作當中，互人野刀攻擊，當場就過往。有弟弟可能是在卸貨的情況下被攻擊，這個社會空間來做一個改善。這5年噪音的糾紛，郵局改善真濟屆，不過雙方原來無法度有共識。即馬一個外包的職員就安尼無命，嘛互原本噪音的糾紛演變做一場無法度挽回悲劇。